好，我哋嚟到第二部分啦，就係跨科探索嘅。咁喺個循環裏邊咧，第一就係走進現場啦，咁頭先都講咗啦。咁跟住而家第二個步驟咧，就係跨科探索。咁我哋會睇唔同嘅文獻啦，唔同嘅書籍啦，唔同嘅作者啦，咁睇下佢哋喺唔同嘅範疇裏邊咧，有啲咩係佢哋有啲咩理念啊講咗出嚟啊。咁我哋可以借鏡到，而又可以擺翻入去我哋嗰個使命空間嗰個研究裏邊。咁咧就包括唔同嘅範疇咧，就係譬如建築啊、文化、歷史啊、社會科學啊、經濟啊同埋神學等等嘅。咁首先咧就我會用翻分翻3個部分啦。咁每一個之前講嘅變項咧，就會係其中一個部分。咁我哋會講翻首先就係講使命先嘅 mission。咁呢一本書咧就係Christopher Wright，即係中文叫萊特啦。咁佢嘅主要講神嘅使命啦，或者我哋叫 Missio Dei 啦，就係好多人都睇佢嗰啲書噶啦。咁佢就話咧，神嘅使命咧係為信徒以神嘅子民嘅身份啦，參與神喺地上嘅宣教啦，咁嚟到救贖所有受造之物嘅。咁神嘅使命咧就係用呢個拉丁文叫 Missio Dei 啦。咁 Dei 就係代表神啦，Missio 咧即係 mission 啦，就係代表差遣或者使命嘅意思嘅。咁跟住萊特就話咧，整本聖經咧其實係一個宣教嘅現象。聖經本身咧就係見證咗神為咗整個創造，藉着佢兒子嚟到為咗藉着佢嘅子民在地上進行宣教嘅故事。咁史托德啦 ，John Stott 啦，佢就認為宣教咧係由神嘅本質而產生出嚟嘅。咁佢定義宣教咧為普世嘅神透過普世嘅信徒進行普世嘅宣教運動。咁另外一位學者啦，David Bosch 啦，咁佢就話宣教咧係神嘅屬性，或者可以稱佢為宣教嘅神。咁宣教咧可以係被看作為神進入世界嘅一個運動。咁教會咧就係神嘅工具，成立教會咧就係嘅目的咧就係為咗宣教。咁參與宣教咧就係教會參與神喺世上愛嘅活動嘅當中。咁跟住萊特咧亦都話咧，宣教咧就唔係為着教會而去做嘅，而係教會嘅成立咧就係為咗宣教。呢個咧就係神嘅使命。咁所以點解我哋有教會咧？其實教會嘅出現或者教會嘅成立咧，其實係為咗係神喺地上嘅工作，就係要宣教。咁基本上教會嘅成立唯一嘅目的咧，其實都係宣教。如果教會唔執行宣教嘅使命咧，就會失去咗佢生存嘅意義。即係教會其實去到喺邊個社區又好，神擺佢喺邊度咧，其實都係要喺嗰個地區裏邊咧係進行宣教，或者我哋簡單就叫傳福音。咁另外一本書咧，呢本咧就係Alan Hirsch 同埋 Michael Frost 一齊所寫嘅。咁佢哋就話咧，上帝係希望睇到人類同埋創造物咧得到和解、救贖同埋癒合嘅。咁教會係一個神差遣嘅群體，係被派去一個破碎嘅世界咧嚟到帶俾啲人有醫治。咁另外一本書啦 ，William McAlpine 啦，咁佢就話其實教會嘅本質咧就係要宣教噶啦。咁宣教咧就唔係教會要做嘅活動，因為咧教會就係等於宣教啊。因為我哋而家嘅教會咧好多都係當宣教咧係其中一個部門嘅啫，或者其中一個活動。咁我哋去短宣，或者我哋去出邊社區接觸啲人，其實都係即係淨係做嗰1個鐘頭或者某幾日我哋做嘅啫。咁但係咧，其實咧宣教其實係等於教會，即係教會擺喺嗰度咧，其實每一日無時無刻咧都應該做緊宣教。咁所以佢就話宣教使命咧必須係每一間教會嘅 DNA， 而每一位信徒咧其實都係一個宣教士，即係唔需要一啲專業嘅受過訓練嘅宣教士咧，係我哋差佢哋出去，無論我哋差遣佢哋喺我哋嘅城市又好，或者我哋差佢去一個第三世界一個創啟地方去宣教，嗰啲就叫宣教士。但係佢而家就話咧，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應該係一個宣教士，就係喺我哋處身嘅地方
即係譬如我哋喺職場或者我哋喺某一個社區，其實我哋喺嗰度都應該進行宣教。OK， 咁跟住我哋睇下教會又點。咁 Walter Isaac 呢本書咧，佢就話，其實舊約裏面嘅上帝咧係一個流動嘅神，因為佢同佢嘅子民咧係一同喺一個曠野裏邊流動啦。咁所以一直咧神都係住喺即係以色列人嗰個會幕或者帳幕裏邊嘅。咁所以佢冇一個即係唔會有一個定咗喺一個位嗰度。咁其實咧建造聖殿其實係大衛王嘅想法，咁而唔係上帝嘅旨意，因為上帝唔可能被局限咗喺一個地方裏邊，即係上帝係一個流動嘅神嚟嘅。咁跟住佢就話咧，而聖殿本身咧就變咗係人嘅偶像，將上帝咧排除於外。咁 Walter Brueggemann 咧，保羅格曼佢就話咧，聖殿咧其實將耶和華像一些冇動力嘅偶像一樣咧，就係困咗喺建築物裏邊。咁另外咧，喺《使徒行傳》第7章咧，司提反佢亦都有話咧，佢話至高者咧並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咁所以咧，耶穌其實係冇打算咧建立教堂嘅建築物俾信徒去聚會。佢嘅事工咧，其實你見到耶穌都係不斷流動，即係一時喺呢度，一時喺嗰度啊。佢唔會話不如我哋整間教堂啦，我哋就一齊個禮拜就喺嗰度聚會。咁佢完全係冇嘅。咁所以咧，耶穌你見到佢係去到唔同嘅城市啦、鄉村啦，去傳揚福音嘅。咁呢個就係道成肉身，佢就係住喺我哋當中，住喺唔同人嘅當中。咁初期教會嘅信徒咧，都係仿效耶穌同埋使徒嘅榜樣嘅。基本上冇一個固定嘅時間同埋一個聚會嘅場所，即係佢哋有時就喺譬如喺屋企啦，係咪喺葡萄園啦，又或者喺啲船嗰度啦，或者喺啲店鋪啦，又或者餐飲嘅唔同嘅工作嘅場所啦，又或者可以喺返聖殿嘅庭院啊，甚至猶太教堂啊、市場啊等等一啲公共嘅空間又可以聚會，所以佢哋冇話限制於某一個建築物裏邊嘅。咁啊 Neil Cole 咧，高柳爾咧，咁佢就話初期教會嘅結構咧，其實係好簡單有機，即係 organic 嘅。咁係就喺嗰個激烈嘅逼迫底下咧，就係產生出嚟嘅一個邊緣化嘅運動。即係其實係一個運動，就唔係一個即係制度或者一個建築物。咁但係去到公元嘅313年咧，米蘭敕令嘅頒布咗之後啦，咁羅馬皇帝啊君士坦丁咧，佢就將初期教會咧就係由一個邊緣化嘅運動啦，係變咗個主流嘅制度啦。咁所以咧，基督教咧就變咗羅馬嘅國教。咁教會咧就被限制於某一啲建築物裏邊。咁嗰陣時，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就係開始建立一啲即係建築物啦，即係一啲教堂啦，或者佢將一啲譬如一啲皇宮啊，或者一啲佢哋啲建築，即係嗰啲公共嘅建築物咧，就變咗係一啲教堂。咁啊，俾啲人可以喺佢入邊咧，係嚟到聚會。咁所以咧，即係初期教會咧，就由以前嘅地下嘅使命群體咧，就變咗係一個有形可見、中央管理制度化嘅組織啊。咁之前係一個無形嘅，同埋係見唔到佢哋，因為佢哋走嚟走去，或者有時係即係喺地下教會，或者匿埋喺啲山窿裏邊聚會，或者係人哋屋企。咁你係唔會好見到佢哋嘅。咁但係自從變咗羅馬國教之後咧，咁就係變咗一個有形可見嘅一個制度啦，就係呢啲啦，即係你就會好清楚係一個城市嘅中心，你就會見到呢啲教堂嘅出現。咁另外一本書啦，Michael Goheen 呢本書啦，佢就話除咗基督教變成國教之後咧，咁初期教會最核心呢一個宣教使命咧，就慢慢消失咗。教會咧再唔係關心宣教啊，因為基本上個個都要翻嚟教會，或者一出世其實都係當係一個即係信徒係咪？跟住爸爸媽媽就翻教會喺教堂度聚會，咁所以咧教會咧就慢慢咧就變成佢係關注內部嘅事務同埋信徒嘅福利，就唔係再關注去宣教啦，即係唔需要話周圍去傳道或者去第二啲地區去宣教，咁咧就慢慢咧就冇咗呢樣嘢。咁 Michael Frost 同埋Alan Hirsch 亦都話咧，初期教會咧就冇一個專用嘅建築物，但係基督教成為咗羅馬國教之後咧，
就喺不同嘅城鎮中心咧就建造基督教堂。咁慢慢咧信仰咧就係佢嘅焦點咧就轉向神聖嘅建築物上邊，即係啲人就認定教堂就係等於我哋嘅宗教，或者我哋聚會教會就係嗰個建築物裏邊。咁公民嘅生活啦同埋活動啦都圍繞住教堂而發生，即係基本上佢哋個社會嗰個即係 community 其實基本上都係圍繞住呢個教堂嚟發生。咁所以建築物嘅設計咧就總之咧係要盡量吸引啲人入嚟，即係高高在上，即係你好遠都即係如果你而家去歐洲咁，你喺唔同嘅城鎮，你遠遠都見到中間咧係有間教堂嘅嚇。咁但係裏邊係咪發生緊教會嘅活動咧？咁呢個就有啲可能已經唔係噶啦嚇。咁另外一本書咧就呢位叫 Matt Rowley 啦，咁佢就話咧基督教嘅世界咧就將初期教會由一個流動嘅群體咧轉變成為以建築物為中心嘅宗教場所，就係呢啲啦嚇。咁即係你見到都係要吸引啦，係咪？亦都好宏偉啦，亦都係即係啲人好遠就見到佢，亦都要想入嚟，即係入去入邊咁。我哋去旅行都會喺嗰度打下卡啊咁啦，係咪？咁所以初期教會精神咧，就原先咧係要融入當地嘅文化嘅，即係滲透入去佢哋嘅文化。咁信徒咧就唔需要建造或者係佔用一啲宗教嘅建築物。咁舊約聖經裏邊嘅聖殿咧，就其實咧係聖俗二分嘅。咁耶穌咧嚟到咧就要打破呢個聖俗二分嘅鴻溝。咁所以新約嘅教會咧係要共融，即係要融入嗰個社會，就唔係話我哋同佢係分離，即係出邊就係世界，裏邊咧就係神聖。咁但係咧，當君士坦丁將教會回復翻，即係起翻呢啲教堂出嚟咧，就變咗好似重建咗個聖殿出嚟。咁仲有重建埋嗰個祭司嘅制度啦，同埋嗰個崇拜嘅禮儀啦。咁將神聖同埋普羅大眾咧，再一次分開咗。即係又係變翻做聖俗二分。其實耶穌嚟到打開個幔子咧，就其實至聖所咧，同普通嘅人咧已經係打通咗嘅。咁我哋透過耶穌其實可以去到神嗰度。咁但係咧，就係因為羅馬變咗國教咧，又開始建築翻呢一啲即係所謂好似聖殿嘅嘢出嚟。咁跟住佢就話咧，現今嘅西方大多數嘅教會咧，仍然都係暗示緊呢個信息，就係上帝同人係分離嘅。咁信徒咧，亦同呢個世界咧係分離。咁Michael Frost 同埋Alan Hirsch 呢本書咧就繼續講啦，佢就話呢個咧就係我哋同佢哋嘅意識形態，即係教堂嘅建築物咧，無形中就係分咗局內同埋局外，或者神聖同世俗咧係再一次分開。咁教堂嘅建築物咧就係代表咗教會嘅神學嘅理念啦，帶嚟一啲好華麗嘅建築，宏偉嘅大教堂、尖頂、彩色玻璃、木長椅等等啦，就間接將信徒困咗喺教堂嘅堡壘中。咁當福音其實福音就係叫我哋信徒要出去傳福音啊嘛，係咪？咁但係咧個建築物咧，佢係叫我哋要留低。咁當福音叫我哋去尋找迷失嘅羊嘅時候咧，建築物咧就係要我哋讓迷失嘅人咧尋找教會，即係調翻轉嘅。咁喺一個叫 Pew Research Center 咧，即係皮尤研究中心啦。咁呢個都做好多研究嘅。咁佢哋咧就發現美國很多教會可以被稱為一個叫消費者教會嘅理念啊 ，Consumer Church。咁咩係 Consumer Church 咧？就即係顧客，即係嗰啲嚟嗰啲人咧，就係教會嘅顧客。咁嗰啲顧客決定留低與否咧，就要睇下你個講員嗰啲信息講得好唔好，即係嗰個牧師啲講道係咪適合佢哋嘅心意？咁崇拜嘅氣氛咧得唔得咧？係咪帶俾我哋有喜悅咧、喜樂咧？係嘛？咁同埋睇下啲會友咧係咪友善？咁我哋先決定留低嘅。咁教會咧係淨係顧住，即係或者好聚焦咧，就喺個建築物裏邊發生乜嘢，專門咧就培訓一啲即係好專業嘅神職人員啦，舉行一啲好專業嘅表演，即係我哋譬如敬拜啊、唱歌啊、音樂啊都好專業嘅，或者我哋嗰啲 AV system 即係嗰啲投射啊、影音啊都要好專業，咁嚟到營造一個氣氛咧，
就係佢哋要留低嘅。咁所以咧就錯過咗，即係真正教會嘅使命係乜嘢咧？其實就已經冇講噶啦嚇，就係因為就係要 satisfy 咗嗰個 consumer， 即係個消費者想要乜嘢咧，我哋嘅教會就俾啲乜嘢佢。咁你見到呢啲mega church 超級大教會喺美國，咁其實而家有好多都因為種種原因啦，都開始係少人去，或者有啲直情係接埋，我都有聽過。咁啊有啲就一路都少咗，即係因為特別係疫情之後啦，就已經係冇以前咁強勁噶啦。咁 Alan Hirsch 咧就喺佢呢本啦，就 Forgotten Ways 啦，其中我哋一個選讀嘅書籍裏邊啦。咁佢就話耶穌嘅原意咧就係希望展開一個宣教嘅運動，即係其實係一個宣教運動嚟嘅，就唔係一個建築物，即係教會唔係一個建築物。咁從來咧就唔係要建立一個大型嘅宗教建制。咁但係直至到今日咧，大部分嘅教會仍然咧係活在呢個建制底下。即係大部分咧，其實而家嘅教會咧，其實同羅馬教會都有啲相似嘅，就係我哋都要建立一個即係超級大嘅建築物啦，係咪？要係好宏偉啦，好吸引到啲人入嚟啦。咁除咗個建築要吸引之外，我哋仲要我哋嘅講道啊，我哋嘅敬拜啊，我哋嘅音響效果啊，係咪？或者我哋拍嗰啲片啊，咁都要好吸引到佢哋留得低嘅，咁先至係一個成功嘅教會嚟嘅。咁呢個就係我哋而家即係大家有個誤會，就係咦，教會係咪真係咁咧？抑或我哋其實係一個即係流動嘅一個運動嚟嘅，就唔係一個建築物。咁另外一本書咧，阿 Brian Sanders， 咁呢本係叫 Micro Churches 嘅。咁呢個我後期講 Micro Churches 嗰時都會用噶啦。咁佢就話教會越大咧，個制度化嘅需求就越大，管控咧就係佢嘅精神所在啊。咁當然啦，即係好似一間大公司係嘛，咁啊即係好似或者好似金字塔咁。咁我哋梗係有一啲制度，即係由頂去到底係嘛。咁邊個話事或者一啲決定係應該係點？咁變咗咧，我哋就要建立一個制度咧嚟到 control 嚟到控制，即係等啲嘢唔好立亂係嘛。咁但係當然你有一個咁大型嘅教會咧，就一定要有啲制度去管理㗎啦。咁跟住佢就話咧，現今許多教會嘅牧師咧或者領袖咧，其實佢哋嘥咗好多時間去開會啦，去做好多繁瑣嘅行政嘅事務啦，係嘛？咁剩餘嘅時間去真正做宣教啦、牧養或者關懷嘅工作咧，係比較少啦嚇。即係其實你見到啲牧師或者啲執事係嘛，都係不停咁喺教會度開會嘅，或者開一個會都可能開幾個鐘頭。咁變咗咧，就其實剩翻真係做神嘅工作或者所謂宣教啊、牧養啊呢啲都係甚少。咁啊柳北真啦 Leslie Newbigin 啦，咁佢即係都係一個 bishop 啦，咁佢就係亦都係一個 missiologist 啦，即係一個宣教學家啦。咁佢就話咧，宣教咧其實一直咧係被認為咧係教會之外才做嘅事，即係啲專業嘅宣教士先做嘅嘢啊。咁就唔係普通信徒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即係佢哋就係將宣教咧就轉移咗去交晒俾嗰啲宣教士，就差佢哋去唔同嘅國家，等佢哋喺出邊度做宣教。咁我哋咧喺翻教會裏邊咧，就主要係管理緊教會嘅啫，或者令到啲人中意可以嚟，咁就係教會啦咁樣。咁另外一位咧叫 Howard Snyder 啦，咁佢就話教會啲人咧通常係專注喺讓人們進入自己嘅教會，但係國度嘅人咧就係關心點樣讓教會進入呢個世界，即係調翻轉。咁教會嘅人咧就係擔心世界點樣改變教會，但係國度嘅人咧最感興趣咧就係讓教會去改變呢個世界。咁過去嘅20幾年啦，咁見到咧越嚟越多教會嘅領袖啦開始意識到教會咧就唔應該係被局限喺4埲牆以內嘅，咁亦都開始強調咧要打開教會進入社區，同我哋鄰居咧有啲互動。咁所以呢一位Alan Roxburgh 咧，佢就話教會咧就係要進入人嘅家裏，即係去到人哋嘅屋企，同佢哋喺佢哋個餐台嗰度同佢哋食飯，聽佢哋嘅故事，同佢哋分享聖餐，咁好自然咧就可以互相傾訴。咁呢個咧就係佢話佢 define 嘅一個叫無牆教會。咁另外仲有一位咧叫 Reggie McNew 啦，咁佢就係話信徒咧係唔需要教堂嘅建築物嘅，所以佢提倡一個咧叫無教會或者無教堂嘅概念，
即係唔需要有建築物㗎啦。咁我哋就總之就係一班人係嘛，教會就係一班人啦，係咪？咁冇建築物都可以嘅其實。咁啊 William McAlpine 咧，佢就話就係初期教會咧就係冇建築物咧，所以佢哋增長先咁驚人啊，因為冇建築物，咁佢哋好流動啊嘛，係咪？咁啊 Ray Bowman 同埋 Eddie Hall 咧，即係另外一本書咧，就係沒有建築物咧，可能係教會不斷增長嘅秘訣嘅啊。咁所以咧，其實就佢哋可能都係講翻初期教會啦。咁啊，亦都聽到有啲人話就係國內即係中國嘅教會，即係或者早年即係二戰之後，中國教會其實都見唔到一啲有形嘅建築物噶嘛，係咪？未有教堂或者三自教會嘅出現之前咧，其實佢哋已經喺地下嗰度咧，即係一班人好似初期教會咧，其實一路都發展緊，一路都好多人信耶穌，係嘛？咁所以有冇建築物咧？其實未必係影響到我哋教會嘅發展。OK， 咁跟住第三個變項咧就係空間啦。咁空間咧就呢位叫做 Ray Oldenburg 咧就係一個社會學家啦。咁佢就講一個概念咧，就係叫第一地方就係你屋企，即係你一瞓醒一起身，第一個接觸嘅地方咧就係你屋企啦。咁第二地方咧就係你由你屋企跟住會去嘅一個地方，即係譬如你去翻工辦公室，又或者如果你翻學嘅，咁你咪學校咯，係咪？咁呢個就係第二地方。咁跟住第三地方咧，就係一個可以，即係你唔想喺屋企，你又唔想喺公司，咁你要揾一個即係可以放鬆嘅一個地方，咁你就去呢個叫第三地方，就可以同朋友去傾下偈啊，輕鬆下，咁呢個就係叫第三地方。咁所以第三地方呢個概念咧，我喺遲多一兩堂咧就會再講多少少噶啦嚇。咁另外一啲空間咧，譬如職場啦，係咪？職場其實好多人都花唔少時間咧，一個星期可能超過40個鐘頭，就喺個職場裏邊。咁其實你睇翻耶穌，每一天佢都其實都喺職場裏邊嘅，係嘛？佢係一個木工木匠，係嘛？咁或者彼得佢哋幾兄弟其實都係一啲漁夫，咁都係喺職場裏邊同啲人互動嘅。咁所以你見到聖經裏邊其實即係我諗大部分嘅人物咧，都係喺個營商嘅空間嗰個環境裏邊工作同埋生活嘅嚇，即係唔係話好多係真係神職人員嘅，比較少。咁啊，另外Tim Keller 牧師啦、海勒牧師啦，咁佢亦都喺2010年一個叫 Entrepreneurship Initiative 嘅 Forum 裏邊咧，佢就話上帝咧其實係企業家嘅始祖。咁另外一位咧就叫 Robert Danielson 啦，咁佢就話就講社企呢個概念，社會企業。咁社會企業咧其實係同一般企業唔同嘅地方咧，就其實係咧社會企業咧係希望咧係促進社會正面嘅變革嘅，而為公共利益去創造一啲社會嘅價值，即係所謂 social capital。咁但係你可能話咁社會企業同營商宣教係咪好似咧？咁但係營商宣教咧，或者叫 business as mission 啦，或者簡稱就係 BAM 咧，主要針對咧就係去到第三世界嘅國家做一啲跨文化嘅宣教嘅嚇，即係宣教會係營商宣教嘅焦點嚟嘅嚇。咁但係社會企業咧就係主要係即係一啲社會嘅建立一啲社會價值，同埋去即係關懷有需要嘅人。咁譬如俾啲example 大家睇下啦，就呢一間叫 Loft Coffee Shop 啦，咁佢就係要建立一個好舒適嘅環境啦，咁等啲人可以喺嗰度唞下氣啊、休息下嘅一個空間。咁佢哋個設計咧都係運用第三地方嘅概念嘅，咁佢哋係主要係要吸引一啲平時冇乜嚟教會或者唔會嚟教會一啲人入嚟，即係坐下飲杯嘢、飲杯咖啡傾下偈。咁佢哋提供咧唔同嘅活動啦，同埋一啲聚會嘅空間，即係譬如有時會有啲查經啊、冥想小組啊、青年會等等。咁慢慢咧就喺嗰度咧，即係個 cafe 裏邊咧，就教會喺嗰度誕生。咁後來咧慢慢又發展啦，另外一個叫 Hope Center 嘅社區嘅中心啦。咁就包括有一啲二手店啊，有啲食物銀行啊，同埋一啲社會資源轉介嘅服務等等。咁另外咧有一個叫 Business as Mission In and From China 嘅 report 咧，就講下國內嘅基督徒咧，其實都係用唔同形式嘅營商宣教咧，
係去滲入即係唔同嘅範疇裏邊嘅，咁啊起咗好大嘅影響力啦，同埋轉化嘅作用。咁雖然咧就冇一啲好清晰嘅文獻或者數據嘅顯示啦，咁但係國內其實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啦，即係好多地下教會嘅信徒啦，咁同埋透過唔同嘅企業嘅活動啦，即係譬如有啲廠啊，係咪，或者一啲唔同嘅餐廳啊、書室啊，係咪都可能係一啲基督徒喺嗰度開嘅啊？咁佢哋就係透過營商而即係將帶一啲未信嘅員工啊或者顧客啊，等佢哋去聽到傳揚到福音嘅。咁譬如去到柏林啦，喺歐洲德國柏林市中心咧，就有一個叫做 House C13嘅一個社區中心啦。咁喺嗰度咧，其實就你見到係一棟即係好新穎嘅一個現代嘅建築啦。咁佢哋咧就係着重啦係全人關顧嘅理念，即係包括係有教育啦、健康啦同埋家庭服務等等啦。咁樓高咧就係6層，咁總面積咧就係2400平方米。咁裏邊咧有咖啡室啦，有多用途室啦、禮堂啦。又可以有展覽啊、表演啊、教會活動啊。另外咧，仲有幼稚園辦公室、醫療室同埋輔導室等等喺唔同嘅樓層嗰度營運嘅。咁另外咧，譬如喺倫敦咧，亦都有一個有個牧師咧，就開咗一間咖啡店嘅咖啡廳嘅。咁呢個就其實佢咧就話咧，佢喺一個星期接觸嘅陌生人咧，比起佢以前咧係喺教會接觸，即係全年1年接觸嘅人咧係。差唔多有咁多啦，咁所以牧師就話咧，我哋係需要一個新嘅教會模式，就與一啲唔入教會嘅人連結建立關係啊。咁佢利用呢個空間咧，就嘗試搞唔同活動，譬如音樂會啊、桌上遊戲啊、讀書會等等啦。咁每個星期咧定期都會有崇拜嘅，咁佢亦都會邀請啲顧客可以留低，就目的咧係要將教會咧係擺喺城市嘅中心嘅。咁所以你哋如果去開倫敦咧，都可以去睇下佢仲喺咪度啦嚇。呢間叫 Kahila 嘅應該係叫做嚇，我上次 search 仲喺度。OK，咁但係譬如去到韓國啦，喺首爾其實都有一啲叫做 Cafe Church 嘅出現嘅咖啡室教會。咁佢哋主要咧係要吸引啲18至到30歲，即係離開咗教會嘅年青人。咁所以你見到佢哋咧就平日咧就係一間好普通嘅一個即係咖啡室嚟嘅啫。咁但係佢星期日咧就可以就變咗一間聚會嘅教會嚟啦。咁所以咧就主要個現象咧就係要彌補好多超級教會，即係以前80、90年代最盛行嘅 Mega Church，佢哋喺南韓變咗，其實而家咧就好多年青人都唔返啦。咁所以咧佢哋就認為上一代嘅教會咧係比較制度化啦，好難融入啦咁樣。咁啊翻嚟呢本書啦，都係 Alan Hirsch 同埋 Mike Frost 所寫。咁佢就話，建議咧堂會咧其實可以咧創辦一啲文化創意嘅項目，即係尋找喺社區裏邊咧有啲合作嘅伙伴啦，就係去拓展即係基督徒同非基督徒咧可以有一啲合作嘅空間嘅。咁一方面咧就係讓對雙方啦去建立一啲更加深入同埋長久嘅關係啦。另外一方面咧又可以回應同埋貢獻社會嘅需要。咁譬如例如呢一個就係喺洛杉磯一個地區啦，就同當地一個機構合作啦，就喺呢個Pomona 波納莫第2街嗰度咧轉型咗一個藝術殖民嘅計劃嘅，即係你見到呢啲咁嘅紅磚嘅舊嘅建築物啦，咁佢哋就就做咗個 project 一個項目出嚟，咁佢哋咧就同呢啲即係藝術家啦去共同去建構呢個表演嘅場地啦、畫廊啦、工作方嘅場地啦、課室啦、辦公室等等啦。咁完成咗之後咧，就整個場地咧都係交翻俾當地嘅藝術家營運。咁個計劃嘅目的咧，其實咧就係讓堂會嘅信徒咧離開佢哋安舒嘅宗教空間，就去到外面咧同一啲非信徒咧係直接去接觸嘅。咁即係好似鹽同埋光咁咧，去滲透喺當地佢哋嘅文化當中咧，從而咧就可以轉化嗰個社區。咁呢啲就係一啲案例咧，就同個社區就係產生一啲項目，而去同佢哋合作，一齊去互動，建立關係。咁所以咧，使命空間呢個理念咧，其實喺 Alan Hirsch 呢本書咧，The Forgotten Ways 裏邊咧，其實佢已經講咗先㗎啦。咁佢就話咧係唔一定係一啲與教堂建築物有關嘅空間，而係要推動信徒啦去進入其他人嘅文化領域裏邊，造就一啲
空間或者活動啦，讓信徒同埋非信徒咧可以彼此互動嘅。咁呢個就係佢個 definition of 呢個使命空間或者 missional space 嘅，或者佢曾經用嗰個詞就叫 proximity space。咁佢哋喺澳洲咧，即係都係 Alan Hirsch 啦。咁佢就喺嗰度咧，同一班朋友咧，就見到喺墨爾本即係 Melbourne 呢個城市咧，就好流行，即係呢個講緊係我諗超過10年前啦，10幾年前啦。咁佢哋咧就買咗一間餐廳，就叫做Elevation 呢個，即係就整咗個空間出嚟。咁佢哋話咧，就透過一啲藝術課程啦、話劇啦、哲學嘅討論啦、吉他班啦、新書發佈會等等咧，就係同埋一啲音樂嘅活動啦，就同非信徒咧進行一啲互動。咁 Elevation 咧呢個地方咧就唔僅係都係一間教會啦，咁亦都係一個使命空間，就係為咗將上帝嘅宣教使命咧係帶入去人群當中嘅。咁你見到都唔係一個好傳統嘅一個教會嚟嘅。咁呢個 McAlpine 咧，佢就話咧，佢亦都有提過一個類同使命空間嘅一個概念嘅。咁佢就話使命空間咧就係盡量咧係減少教會主場嘅優勢。因為人哋嚟到你嘅主場咧，可能會覺得唔舒服。咁所以咧，我哋就其實要將教會咧帶到去人群當中，帶到去佢哋嘅空間裏面。咁所以佢建議咧，就信徒應該咧就可以將教會嘅建築物，即係去到教會建築物以外啦，就去到啲未信者感受到最少威脅嘅地方，譬如去到一啲私人住宅啊、酒吧啊或者餐館裏邊去接觸佢哋。咁 Alan Hirsch 亦都話咧，有一啲建立咗多年嘅教會咧，就佢都即係佢都見到噶啦，就係決定咧就係賣咗佢哋教堂嘅物業。咁咧，但係咧佢哋就換取一啲，譬如喺商場裏邊嘅一啲零售空間，即係方便佢哋咧係更加近距離去接觸嗰個社區或者嗰啲街坊，即係有啲似我哋香港咁。其實我哋嗰啲教會都係喺晒啲商業或者商場係嘛，或者啲地鋪嘅喺啲人當中嘅。不過我哋唔識佢哋咁解嘅啫。咁另外一間教會咧，就甚至咧係購買咗一個夜總會啦。咁呢個我諗喺台灣都有噶啦，我都見過有啲買咗啲夜場啊，或者你哋有啲朋友就好興喺啲地牢下邊，即係啲商業大廈嘅最底落咗地牢入邊，就變成佢哋咧就變成一個社區中心啊。咁使命空間嘅想像咧，其實可以超越呢個傳統教堂嘅建築物嘅任何空間嘅。咁Munter Isaac咧，佢就話即係另外一就係講翻少少神聖空間俾大家聽下啦。咁Munter Isaac佢就話咧，耶穌其實重新定義咗神聖空間嘅含義啊，即係咩？究竟咩係神聖空間？係咪真係教堂先係叫做神聖空間咧？咁佢就話神聖咧就唔再係舊約中嘅會幕嗰個至聖所嗰度，即係大家如果睇聖經就覺得至聖所梗係成本聖經或者喺神裏邊梗係最神聖嘅空間咧，就係嗰度啦，係嘛？咁但係咧，佢就話咧，其實耶穌自己咧，因為耶穌嚟到啦，即係打開咗會幕啦，咁個至聖所亦都打開咗出嚟啦。咁所以其實耶穌自己咧就變咗佢係最代表到係乜嘢係神聖。咁William McAlpine咧就佢又講啦，佢話當一個人同神相遇嘅時候咧，生命咧就被神去觸摸，咁咧而變咗一個好戲劇化嘅一個轉化，即係神一觸摸咗我哋。咁我哋就可能生命有改變，係嘛？咁嗰個地方咧就可以話係一個神聖空間。咁譬如我哋睇翻聖經裏邊都有呢啲神聖空間出現。咁包括譬如摩西喺曠野同上帝相遇啦，係嘛？又或者雅各發夢嗰時見到個天梯喺上邊啦。咁又或者耶穌同兩個門徒喺以馬忤斯路上相遇，係嘛？嗰個都係大約佢哋嘅神聖空間。咁以及譬如保羅喺大馬士革嗰路上，亦都即係有一個經歷，咁嗰個亦都係對保羅嚟講都係一個神聖空間。咁呢啲相遇嘅空間咧，唔一定係要喺教堂嘅建築物、聖殿或者會幕或者傳統理解嘅神聖空間裏邊發生嘅。咁所以佢嘅結論咧就係話，神聖空間嘅精神咧就係要轉化，即係要一嚟到呢個神聖空間咧，當神一接觸咗你，你就有一個人生嘅轉化。咁另外咧就Victor Turner 同埋 Edith Turner 咧，佢哋就話神聖空間咧就係為一個夾縫中嘅空間，即係佢哋講嘅神聖空間就係叫夾縫中，或者我哋叫 places of liminality，就係透過
聖靈嘅干預，咁嗰啲人咧嘅生命咧就產生一個超時空嘅狀態嘅轉化啊，即係都係講緊類同嘅嘢，就係喺一個 places of liminality 裏邊咧就會接觸咗神而又有個轉化嘅出現。